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1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F-16战斗机发生意外案件，国防部长兼德法讲已经探到飞航资料记录器的信号。12月起出入8种公共场所，喙烟无挂，上当会当罚款15000。总是民众徛命买喙烟，每一摆的件数后要加开放挂。台南市有民众接到红单，因为骑车挡青红灯、飞手机罚金1000块。交通大队嘛讲注意安全，上界要紧。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昨日空军 F-16战斗机伫花莲外海发生意外，到今搜救拢也无啥进展。总是早起国防部兼德法部长有说明讲，已经伫岸边9海里的地界探到飞航资料记录器，就是人所讲的乌鸦仔的信号。摄影机会先存到水底断定所在，才派骹手紧去扶起来，分析内容，了解真相。19早起8点外，空军乌鹰直升机搁一届出动，伫花莲外海持续超找17案，使 F-16战机伫花莲外海失去联络的飞官蒋正志上校。海巡嘛，小连续出动舰艇斗找，军方要派人伫中正海沙堡来回确认，敢有互海鹰抢起来岸顶的物件。目前执行的飞机总共是有25架次，海上的舰艇的话有34艘次。后面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我们还会再持续的搜救下去。刘德平表示，根据空军初步的调查，研判失事的原因是空间未向，嘛认为讲飞官伫出勤进前有充分休息。也若18亲身去花莲监督搜救的国防部长严德发，19起立法院备询进前受访指出，目前有伫离岸边9海里的所在，找到飞航资料记录器的信票信号。在昨天距岸9海里的地方，我们的 FDR 的接收器有接获到信标的信号，优先到这个已经接收到信标信号的9海里的点位探测、水下摄影，如果确认，就会进行打捞。严德发表示，超找船已经伫早起8点到花莲港，11点出港进行探测，还有水底的摄影，嘛会伫雷达光点消失的4个位啊超找，任何看起来有信号的点，拢会详细找。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今日新增加2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拢已经伫咧治疗当中。对12月初一起出入8种主要的公共场所，虽然无挂着的罚金，是讲连健身房甲室内游泳池拢规定在内。但有民众表示讲，若这款运动中心真是嘛爱管制，恐惊就是咧死人客咯。大会轮伫咧机器顶悬走到大粒汗、细粒汗，早起健身房就真侪民众伫咧运动，毋过大部分拢无挂喙烟。从12月初一开始，健身房日起强制挂喙烟的场所，违反的人会处罚3000块至15000块。民众的反应真无同，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决定讲要去户外运动。像这种运动还好了，像跑步那种比较喘的哈，还是要间隔了。走路一定要带医疗，我们还是带医疗。为了自己的健康嘛，我会先试行看看，换气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顺畅，我可能就会改换室外吧。另外，室内游泳池伫咧落水进前，嘛要求尽量挂喙烟，包括伫咧换衫的所在、等候区，也是公共空间等等，拢爱强制挂喙烟。部分民众认为讲真困扰，这形象是有困难，要配合是真恶。哎呦，多麻烦，多麻烦呐！进来里面就不要带了啦。那包含健身房跟泳池部分也有执行人流的总量的管制的部分。当然，如果以泳池部分来讲的话，按照常理来讲，的确执行上面会比较有难度啦，间接影响到那个民众来管的一些意愿这样。过去指挥中心宣导讲，出入医疗照护机构，包括病院、诊所、长照机构、大众运输、生活消费，像讲大卖场、百货公司、教育学习场所、图书馆、社区大学等等，还有体育馆、室内游泳池、戏院、健身中心等等，8大类场所拢应该挂喙烟，为着防止秋冬第2波疫情扩大。9月初开始强制挂喙烟，若是口渴无要听的人，会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由地方政府处罚3000块至15000块。毋过指挥中心表示，有一寡场所若是会当保持社交距离，会当伫咧食物件的时阵暂时甲喙烟摕落来，或者是运动的时阵有适当阻挡的设备，嘛会当甲喙烟摕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若讲目前已经有伫海外做生意的台商咧反映讲，若旧历过年倒转来假开的期间，敢会当小缩短开工啊？
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表明讲，病毒是无咧休过年，即站确实无法度调整。因为公共场所挂嘴烟的规定要搁加强，但部长嘛讲，国内民众用健保卡徛名去买嘴烟，每一摆所买的件数，原来会加开放、加增加挂。今年旧历过年，住伫咧海外台湾人拢会倒来甲厝里的人团圆。即马就有真侪台商真情讲，希望倒来台湾过节时阵会当减少居家检疫的时间。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伫接受广播专访的时阵表示，若是真正想要甲家庭加一点仔团圆的时间，就早一点仔回国。我很抱歉，我一再提到，因为病毒并没有因为过年而放假嘛，哈，所以检疫的时间不可减啊。但也有一些讲法是不正确的，说一定要到检疫旅馆，那是不正确啊。一样，在家里有适合的场所，那就在家里可以做居家检疫。陈时中表示，会经伫这时阵宣布秋冬专案，一方面是秋冬拄好是真侪种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高峰，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过年要到啊，可能会有另外一波回国潮。伫咧过去，大家的观念会认为讲气温对感染有加重的效果，毋过实际上，对国外真侪文献发现讲，疫情甲温度无绝对关系，毋过温度带来影响，颠倒是踮伫咧密闭空间的时间变长，病毒的传播会较紧。若是后个月开始，八大类的场所爱强制挂嘴烟，因为即马产量有够，库存嘛真济，未来考虑放量实名制嘴烟数量。实名制的口罩要不要提高，也有在规划中。不过时序会稍微晚一点，因为市面上的口罩事实上是蛮多的，现在供应大概不是问题。我们在台湾至少大概2000万片一天吧。但是，强调讲，秋冬专案除了是防止新冠肺炎，另外真大意义嘛是针对流感，这是相当防疫，希望会当透过挂嘴烟注疫苗，和流感的动静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先来讲，昨中天新闻台确定无法度通过换新执照，这也代表12月12日起，有线电视就看袂到这项频道。但主要投资中天的蔡英明先生已经伫 Facebook 放声批评这项决定是政治操作。毋过无国界记者组织这个团体也声明讲，审查的结果确实有下正当性，因为所谓的新闻自由，并毋是全无管制。真大白字是写出考题2个字，甲中天新闻台同款是属于王东集团的《中国时报》，针对 NCC 做出中天新闻不互因换照的决议来发表意见。王东集团董事长蔡英明嘛伫咧人面册铺文表达伊的愤慨，认为讲这完全是政治操作，无顾中天新闻人的专业。发动人去检举一台新闻台，检举比较多，这样就可以不虚诈。被罚最多的不是中天，为什么只有中天要被关？三立的还懂，请问一下年代的练懂，请问一下东森，请问一下民视，高层都没有介入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嘛召开记者会，批评 NCC 变脏兮兮。独立机关根本就无独立，毋过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声明，认为讲新闻自由毋是完全无管制，鼓励民主机关用机制来保障新闻伦理甲编辑自由，嘛认为讲审查符合正当性，毋过不爱互因外照是极端手段。NCC 爱好好证明讲合理性，嘛以同款的标准来对待其他媒体接受审查。针对 NCC 的决议，嘛伫咧学界引起讨论的声音。从卫广法的要求来讲，确实这个是 NCC 的监理的职权，可能过去用付款的方式没有办法有效的协助跟要求改善他的内控跟他的新闻的品质。老板的自由在这个案例上，他侵害新闻的基层的工作者他们的新闻专业资品。NCC 如果要避免被人家操作成政治化的伤害，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对于中天的一些要求变成通则编辑式公约运动。那主要就是主张新闻部门的运作，它应该要专业，摆脱媒体老板的干涉，把它一贯的适用到其他的电视媒体。那我相信社会大众会觉得 NCC 做得很公平公正。学者认为讲 NCC 应该把案件当中的质疑甲要求，譬如讲媒体头家无应该干涉新闻等等的事项，拢列做通缉，要求所有电视台拢爱做甲到，才会当修补 NCC 的形象，而且协助新闻专业来正常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暗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陈明通主委参加台湾和美国的智库经过网络做伙举办的研讨会，伊致辞的时也提起讲，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咱一向的坚持，也望中国北京政府会当开始来互相接洽对话。同一场会议内底，有美国的参议员咧主张讲，美国政府该当邀请蔡英文总统过去访问。
美国大选了后，外界关心中间的经济敢是会当改变。陆委会主委陈明通10日暗时伫咧台美智库线顶研讨会时阵，致辞表示，维护和平稳定现况是台湾无变的承诺甲坚持，呼吁北京政府放弃强硬的态度，开始有意义的对话。President Tsai Ing-wen will recently have once again reiterated that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the joint responsibility of both sides, and a call on to facilitate meaningful dialogue based on parity and dignity. 陈明通指出，中共今年以来加重对台压迫的威胁，严重破坏台海现况。若是台美关系最近这几年的交流更加密切，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甲通过优待法案，都体现台美是理念甲价值的同平。刚一场邀请美国参议员图米是呼吁美国政府应该邀请总统蔡英文来访问华府，嘛支持美台来签 FTA。I think Washington should also formally host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And we've got to continue the U.S. support for Taiwan's self-defense. 其实外交部目前我们没有安排蔡总统要访问华府的相关的规划。那我国政府呢，我们会持续的以很务实的态度很稳健的来深化台湾跟美国双方在各领域的一个友好合作的一个实质伙伴关系。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支持，将来卖伫咧经贸政策顶悬继续深化合作。若是20日开始的台美经济对话，经济部处长陈正奇已经到华府，会先甲美国财政部官员来视讯对谈，替经济对话先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先来讲，昨美国的辉瑞大药厂佫出来宣布讲，因和德国 BNT 生物科技合作，迄支武汉肺炎的预防针，每期的实验结果保护力会当达到95%，尤其药品的副作用嘛真轻。美国政府这2日若批准产品使用的紧急授权者，这支预防针就会随销路市面，赶紧应用了。美国药厂辉瑞甲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顶礼拜宣布。新冠病毒疫苗第一遍中期分析有90%的防护力，18个再小做后期的实验结果，疫苗防护力到95%。95% efficacy means that vaccination reduces the risk for infectious disease 20-fold. Protection works also well in people older than 65 years of age. And we have observed here 94% protection. Our safety analysis so far indicates it's well tolerated with a benign safety profile. We will transfer our documents for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most likely end of this week to the FDA. We are confident that if continue to closely collaborate, could happen that we get an authorization till mid of December and could start to provide the first millions of doses of vaccines to the regions where we get an approval on authorization. 这边试验受测试的人数4.4万人，其中一半做2种疫苗，中人21天，另外一半是做安慰剂。受测试的人内面有170人感染，其中8个人是来自疫苗组，其他162人来自安慰剂组。重症患者10个人，1个人来自疫苗组，9个人是来自安慰剂组。这种结果显示疫苗有效果，而且副作用真小。唯一较严重的是会亚线，伫做第2剂了。有3.8%出现症状，另外2%会头痛，严过症状真紧就无去。伫咧年纪、种族甲族裔方面效果同款，会当互全世界使用。因按算年底进前生产5000万剂，会当供应互2500万人次。明年生产13亿剂，会当互6.5亿人次。对辉瑞加 BioNTech 来讲，虽然新疫苗只保存伫咧零下70度，配上的难度只敢若比爱伫咧零下20度的莫德纳较悬，不过也是真有信心。法国、比利时拢已经开始配上的准备作业，德国冷冻仓储也出现需求量增加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美国纽约 Broadway 大都市边有真侪戏台，当年天拢咧公演风行世界音乐剧，你像有一出歌剧魅影，欧佩拉内魔神啊巡回全球到单，已经超过34档。结果今年因为传染症，美国迄边的演员当即阵来到台湾，会当照起工登台，经过漳州日彩排，永暗就要准时公演了。
歌剧魅影巡回世界超过34档，通讲是上届长会秀的经典音乐剧。这回是第4摆来到台湾公演，会对延暗一直演出到12月初6。来看彩排的过程当中，导演也搁再一摆亲身解说每一站头剧情的变化，就是望要尽心带动，互人入去现场观赏的观众，听觉甲视觉各方面深入的感动。再来讲，顶月日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发动网络联署，反对新开放的美国猪肉，到昨已经超过11万人落名支持。总是在野党后鼓舞民众礼拜日就要行上街路，表明主张。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当时说明讲，明年开放进前一定会派人去美国探查肉品工厂，尽量做互民众安心。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去内湖的市场，听第一线民众的声音，一担一担拜访，招民众这个礼拜做伙去开刀参加抽道，希望明年1月初1就要开放进口有300种的猪肉，会让源头管理做好，而且标示清楚。在欧美已经都不禁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那在美国从早期的大概有80%饲养莱克多巴胺的猪，到现在也已经不到20%。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希望它能够把它标示清楚。除了民间团体做伙去街仔路的在野党唔哪一个，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会甲人民徛做伙，呼吁民众迄天穿乌衫，甲这政党来发声。这唔是为着政党的利益，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健康。因为安尼，坚持反对进口有300种的猪肉。来猪的物件你看，到今嘛不会差不离啦。这些为什么我们 keep up？ 为什么10月22号一定要上街头？佮加上涨迄件。哦，你感觉迄件多一件？多一件就是我无介有 show up。跟蔡政府说了很多次，来猪就卖好几百。既然政策已定，也挡不住。地方政府侯友宜一定率先，既然挡不住，我们用行动来拒绝来猪。消基会顶个月发起拒绝进口300种猪肉的活动，到10月为止，已经有超过11万人联署。即马不满的声音愈来愈多。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明年1月初1进前，会派台湾专业的团队去美国实际查厂，让民众放心。那我一再强调是说，没有安全卫生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我们不会让没有食品安全卫生的食品进到台湾来。可现在好像被讲的好像说，我们强拿着肉要灌到大家的嘴巴里面去。陈时中表示，政府虽然讲明年开放有300种的猪肉，不过不是为明年开始，政府就直接给民众吃，要是完成程序了后，才会给进口的肉品入来，而且袂干那用实时查厂，一定会派人去美国。记者综合报道。是啦，礼拜日下晡秋豆的游行就要举办。主办单位当时透露讲，有意要加入游行的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已经有政府部门去探头主动。总是消基会这边回答讲，民间团体甲公家机关来关心的拢有，因是一定会照计划行上街路，互政府听到反对新开放美国猪肉的心声。乌色的猪仔带起开刀，有个秋豆游行，要伫个20日，这个礼拜日下晡1点开始，上万民众会行上街路，要求蔡英文政府撤回明年开始进口美国来猪的行政命令。蔡英文撤回命令！蔡英文撤回命令！苏贞昌下台负责！苏贞昌下台负责！主办单位选出独字作为2020年秋豆年度代表字，佮透露会加入游行队伍的消基会，和政府观察。到今天为止，事实上都没有来跟我们任何协商嘛，反而我们都知道，昨天，这个政府部门有打电话给消基会去关切，希望消基会今年不要来参加这个走上这个秋豆的街头。消基会伫10月份都已经发起连锁行动，50只莱克多巴胺，当初也一度宣告11月要上街路抗议，后来取消。换秋豆号召11日游行，消基会退回响应团体。是毋是有做着观察？消基会只表示，这一阵仔来自各界关心拢有。我们不管来自哪个地方，都认为是关心，所以我也不会特别说是来自于哪个机关、哪个单位的。那没有行政院有其他任何政府机关打来吗？包括在内，但是我都认为他们是在了解我们的想法。消基会表示，也是如期上街路。秋豆往年拢是以劳工诉求为出发，今年是将反美猪口号放伫地线，佮结合环境反迫枪议题。伫蔡政府连任了后第1年，讲出因的不满。
劳保年金改革方面是继续呼吁应该找劳工界来讲，搁建立基础年金，弥补劳保的无够。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法务部调查局行业处家人调查站发生锁扣6公斤外安非他命的毒品拍唔见的案件。昨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也去敲家人站的办公室，兼搁约谈4名的调查官。早起调查局长伫立法院接受质询，也表明讲，经过检验，迄4个调查官拢无毒品的反应。调查局合基站甲安非他命6.5公斤碰见案件，外界指记讲，迄当阵敢若有一个调查官送验是违反规定。调查局19日立法院的专题报告坦白讲，目前并无送验需要2个人的规定，已经开始修正。现在没有规定要2个人以上送验，因为我们调查局说没有这个规定。目前是没有，因为毒品那个案件的太阳很多，有的可能就是只有一点点而已。那所以一定要定一定的量以上。对，所以我们就会来检讨。另外，调查局本部怀疑讲，办案的调查官有吸毒，对4个调查官进行验照，还有他们的检验结果，拢无毒品的反应。调查局10日嘛真罕见的来敲找航基站办公处，而且约谈4个人。通地检署核询了后，是以10万块到5万块交保，而且限制出境。其中迄当阵的基站副主任卸任的调查官，伫头一波处罚4个人时阵，就已经去互调职。调查局10嘛进行第2波的人事异动，包括涉嫌的毒品承办人、涉地掠毒调查官，甲迄当阵的组长、涉市的调查官等3个人嘛拢去互调职。除了莱猪的毒害之外，你觉得毒品的毒害民众也不重要？那我们台湾不是像是回到满清时代的那个吸鸦片的时代了吗？防治毒品是行政院施政的第一要务。法务部表示，行政院后礼拜会召开毒品防治会议，毋过因为国安局长邱国正伫无请假的状况之下无出席，主席李贵敏会中真罕见发出真侪届的警告，而且要求委员会每10分钟通知邱国正一届。本会严重警告，第3次，现在国安局局长已经迟到37分30秒。李贵敏除了真侪届谴责邱国正无尊重国会，会中嘛通过临时提案，由委员会成立调查小组来调查毒品碰见相关涉及人员的刑事甲行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11月初，海军陆战队2车精苏大队一个姓郭的中士，去到高雄一间 KTV 啉酒唱歌，耍出手破坏人包厢内底的物件。业者报警方，伊说连警察都拍惨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部当时表示讲，查明若有事实者，这款人员就是一定要检讨淘汰掉。警方到高雄一间 KTV 包厢，因为啉酒，这名24岁姓郭现役的中士将包厢内底物件弄下去，到底警方要将人带回去。姓郭中士伫电梯内底情绪失控，大发家己无做唔到代志。高雄乡镇边大厦门边的女警察，家己是倒位也做唔到去。你现在在干什么？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在干什么？我跟你讲，你在干嘛？姓黄查甫警察赶紧将人带到电梯门外口，保护管束。不过姓郭中士依然拒绝配合警方。查甫警察将伊压在一个涂骹，过程当中，姓黄警察阿妈棍被电，面甲喙唇拢受伤。不过最后也是以优势警力将人铐起来，带回去派出所定性。依妨碍公务罪来侦办，他酒醒之后有相当后悔哈，那也跟我们远警当面来抱歉，提出道歉。海军陆战队指挥部19发声明表示，确实若是查证事实，一律检讨态度，搁继续官兵发起教育，维护团队任务。2车侦速大队是国军真有代表性的最佳部队，有海陆空3车作战能力。8月艰苦的天堂路才得到最几啊专属的培奖，如今因为家己的酒后失态阻断前程。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东吴大学召开学生事务会，通过后一学年度学生宿舍的费用会起2成起来。总是学生会这边指出，校方掠过去15年拢无调整做理由，结果煞敢若办过一场公听会，尤其宿舍的财务也拢总无透明化。早起学生会已经汇集证人，开始伫学校内底抗议了。伫咧无课的时阵，住伫咧宿舍的学生行得去休困，敢若需要几分钟。真侪拄中南部来东吴大学读册学生会住伫咧学校内底宿舍。毋过10月底，校方公告预计要来起宿舍的费用，嘛去影响部分学生，敢是要继续住的意愿。调2成的话，应该就会直接在外面租房子了。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就是环境很小。东吴大厦学校内底甲外口总共有7栋宿舍，提供2400多床。校方指出，民国95年到达，已经要15年无起过宿舍的费用，因为物件拢伫咧起价，长期是伫咧了钱，研究讲要调整20%来反映成本。若是即届要起价，无包括一个人大的房间，是以8人房甲2人房来算，逐个人每学期8500甲15000块，拢总起2社增加1700块甲3000块，平均逐个月是增加425至750块。学校实在是不得已啊，因为我们15年来没有调涨。没有调整，那这个学校预算会一点一点的排挤排挤到其他教学研究。我们不是狮子大开口。学生会认为讲起2社是一件大代志，校方干那一个广告，一场干那6个学生参加的公听会，宿舍的财务嘛无透明，就伫咧18学生事务会来强势通过。是非常多有住过学校的校内宿舍的同学都有表示说，比如说8人房你还要涨价，这个已经原本在校内的时候就已经像是养猪一样的行为了。学校怎么可能去要求宿舍盈利呢？针对学生会的指控，副校长认为讲甲事实无符合，嘛讲目前还未确定，若是学生会想要了解，拢会当去说明。但是学生会认为讲，校方是知影抗议了后才改变这个讲法，对后续的说明会嘛感觉质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分嘉南这方面的消息。近日云林县无党的王佑民议员伫咧议会质询民政处的张建国处长，讲美国猪肉进口敢会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搁再起变化。无疑国讲张处长竟然回答讲，倒派马祖去问对方，毋过马祖搁伫咧去迄边面隔离当中。这款对答敢有适当？但无论问的议员还是对答的官员，拢讲较轻松看待的啦。2个拢总也未宣布当选，你毋是讲迄当就是讲要去问，要问啥？问马祖。云林无党籍议员王佑民向分管府民政处长张建国来质询，针对美国大选了后对云林县的农产、肉品产业的影响，请民政处长张建国来回答。毋过处长却回答讲，已经去问过马祖啊。马祖有过去，但是即马新冠病毒目前还在隔离当中。提出质询的议员王佑民表示，处长是以较轻松的方式来回应质询，伊是真学乐，而且更加影片分享去网络顶悬，就是希望民众会当做伙来注重未来来去多半的猪肉进口了后，对云林县相关产业的影响会当轻松看待。轻松一点又能够解决事情，又能够关心县政，又能够让所有的县民都能够了解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什么。安尼回答是结合时事啦，居家检疫的工作是民政处这边的在民政处在办理的啦，刚好借由议会在执行当中，刚好做个宣传。民政处长张建国表示，迄天质询的气氛有较严肃，以现场反应用较轻松的方式来回答，希望民众会当轻松看待。若是质询的议员王佑民强调讲，伊质询的主题是要强调中央明年要进口来去多半的猪肉对民众健康的疑虑甲影响，希望民众会当注重这款的民生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台南市有骑奥多摆的民众接到红单，因为挡车行顶手机摕出来背，就互人翕相检举，就要罚金1000块。但台南市警察局的交通大队这边面也讲，检举骑奥多摆背手机的案件，近来2档加要1倍出来，总是驾驶人尽量专心有较好，唔若省钱银，更加是顾安全。骑奥多摆等车行顶的时阵，有一寡民众会举手机出来看一下。不过，这个行为即嘛已经真做检举违规的目标。最近就有民众收到罚单，因为车挡店的时阵背手机去互检举罚1000块。台南市交通大队表示，检举骑奥多摆的人背手机的案件，最近这2年来成长1倍。例如说，你只拿起手机看，或者是放在手机架上面，没有去操作手机，其实就不算是违规。机车只要手持手机，然后去使用手机的话，就造成在行驶当中就造成违规。实际去车路看，等车行顶的时阵背手机的民众确实是袂少。根据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无论汽车、机车敢有伫咧行，只要是举手机都有算违规。不过，像真侪外送员，拢是把手机踩伫架顶，等车行顶的时阵，嘛穿在伫背手机。不过，因为毋是国手举的，都无算违规。另外，嘛有民众认为讲，为着不防罚钱，要是尽量莫违规。你在停红绿灯拿手机出来，手持的话，
对啊。如果上你有手机架的话呢？应该是不会吧？我没看到有被开单。拿起来玩这样嘛，在看。这样会不会罚？哎，会啊，警察会抓啊。警察会抓，还有会被检举达人拍。都有嘞。都有。对啊。你会不是说多加注意？会啊。根据台南市交通大队的统计，107年检举的案件有955件，108年增加到1124件。今年1月份至10月份，就已经有1543件，2年来成长1倍。若机车违规是罚1000块，汽车是罚3000块。建议民众无论是赛车也是骑车，拢爱专心，避免违规以外，更较重要的是保障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花莲这边面外来种的家庭鸟愈来愈多，已经造成环境卫生甲交通安全的问题。他到县议员提议讲，爱成立射击队来拍鸟，也是提供奖金鼓励民众斗猎。不过花莲县的野鸟协会这边也指出，用射击的无定的错手，连到别款种的鸟只。唔知花莲民众最近敢有发现赛车伫咧路面，现在会当看到这种乌色的家庭，因早起或者是下晡的时阵会出来找食的，常常徛伫咧车路中央，车强要弄掉或者飞走，还佫会走去人徛家内底食狗饲料或者是冰粪扫。鸟屎啊，都放在车上啊，很讨厌啊。所以你们这边平常八哥很多嘛？非常多，尤其是它都会藏在那个电线窝里面啊，吼。花莲县议员李正文表示，这家庭95%拢是外来种，已经严重影响到原生种的生存。另外，家庭造成的交通安全问题，还有环境卫生的问题，必须爱重视。建议县府会当成立射击队，处理部分的家庭。林务局对埃及圣环的这样的一个外来种，也已经提出了它比较积极的这个作为，就是将成鸟直接设计移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县政府农业处必须要拿出对策。花莲县府农业处表示，家庭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除了会食果子，嘛会食海棠。一般开枪大鸟是针对大型的鸟家庭看起来无介大只，建议会当研究其他处理的方式。我们可以设陷阱的方法，比如说用水管，那让他们来钻到这个洞。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我们要也许聘用一些专业的人，以捕网的方法来做移除花莲县野鸟协会是认为讲，用枪大鸟若大鸟无准，可能会有危险性。若说掠鸟的网嘛有可能会掠到保育类的鸟建议县府也是爱为源头来控管，还有教育民众等等的方向来做，避免有伤害动物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东部看花莲，西部看嘉义。来讲，这站嘉义县沿海乌鱼子长咧收。不过中央气象局预测讲，过来气温会反烧热，但渔民嘛烦恼，安尼生乌鱼子会较过分。尤其因为武汉肺炎的传染症，一寡餐厅生意拢受影响。今年恐惊乌鱼子的介绍甲饲草拢会无介好。甲乌鱼为温拍起来，要来了解乌鱼子目前的状况。嘉义县沿海勇士乌鱼子这阵当咧收成，但是这几天天气阁开始变热，渔民烦恼乌鱼子的过食，是到影响到乌鱼子的介绍。连续3天南风就拢去了啦，拢过了啊。只要放乌鱼的拢足烦恼这个天气的啊，因为这个天气的先会使讲是乌鱼子的杀手啊。去年的时阵800几块啊，今年600几块啊。就差百外块啊！乌鱼子是办桌冷盘的主菜，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餐厅订都变少，嘛影响到乌鱼子的需求。为了惊天气影响到收成，渔民嘛摕家己的乌鱼来饲，看什么时阵才是会当砍的时机。这几天有这个南风天下来，温度上升，然后市值的就很多，蛮多人来市值，会早一点处理这样。嘉义县乌鱼养殖面积有400多公顷，一年产量有645吨，占全国32.5%。但是疫情影响到需求，即卖又搁是收成的时期，渔民希望相关单位同斗3工。我们会有一个加油好市集的一个市集，那我们全国10大乌鱼子的业者也会到那边去摆摊，来启动我们嘉义乌鱼子季的开始。渔民表示，乌鱼子离透北风势开始大，拄着反热会互季过食，唔但影响到大细，嘛影响到口感。有听天气讲拜6礼拜反寒，会搁来等看卖。如果乌鱼子真正无够好，只好搁等1年，时到才来拍摄。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原来讲台北市无厝通好转去的家友，每一档来去，平均册拢有500几人。10档前开始，市府就甲中正网甲一寡里长配合，发到家友落去斗一寡公园、街路摒扫的工课，互因有事做，嘛加减趁互生活较稳定，倒转去社会，甲人徛起。当你台北中校公园内课本所偌新鲜，进前包有一段伫街头四界流浪的经验。我之前就是在流浪啊，日子真的很难过。现在就是扫公园而已啊。啊，不过有正常安尼有薪水，会使家己顾家己的。对，微薄的薪水可以付租金，够付租金，然后3餐也吃得饱这样子。无厝通住的日子点滴伫心头，后来是靠着市府社会局的帮赞，来到中正区的县市里来做线工。伊则渐渐脱离着家友的生活，中国转来到这个社会世上的运作。他们现在社会局有这个政策嘛，说可以到社区来来帮忙那就是一天做4个小时有500块再看我们里长愿不愿意。那我听到这个当然很愿意啊，因为我们里内有一些绿地嘛。会选伫这2位，主要是因过统计，这的家友占超过8成。那台北市大概在12月底，每次夜访大概都是500多位街友。那500多位街友里面，大概有85%会集中在我们台北火车站。家友来去，不过根据着社会局的方式调查，台北市的家友要游玩，阁有500多人。这个数字，这几档大概拢维持着平衡，希望会使透过着更较侪工课，互更较侪家友通转来到原地社会来过日。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再来讲，根据卫生福利部和监察院估计，目前全台湾长期照护的专业人才欠有将近1万人。教育部和台中航空科技大学已经设出全国唯一一大长期照护物理治疗训练的基地。来这参加学习的大学生也表示讲，经过科学统计准确的数字，通互因伫咧替人进行物理治疗的时，更较准确掌握长辈时代身体状况。前期的亲像是行动不便半天的装备，学生伫课堂内底要用4分钟的时间完成正确的辅助项目。考试结束，请离开考场。这是 OSEC， 医家反映临床技能检定教室，嘛是物理治疗甲宗教人员考试的标准考场。教育部甲台中航空科大来合作，伫校园内底建立全国唯一的宗教物理治疗培训基地，让人才培养甲专业的测验更加精准。这一个环境里面达成我们想要的目标。那我们建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希望让学生未来到职场或者是机构的时候，可以马上上手。除了专业的课场，嘛有针对银发的时代人脚来做测试，透过量身设计的运动量，让因了解家己的体适能甲肌力的状况，避免走上肌少症以及生活功能的退化。物理治疗系学生讲，透过这款的设备，更加会用掌握老人家的状况。这运动是拢无共啦，还好嘞。哎呀，没。老人家已经很累了，我们会没有发现，对，然后可能老人家可能根本就没什么感觉，我们也没有发现。可是这个的话可以帮他量化，然后可以看他的分数，看他的表现。随着台湾高龄化的社会，宗教的需求嘛愈来愈大，嘛出现到人才缺口的问题。负责计划航空科大表示，未来希望用透过专业的物理治疗基地建立，提供中台湾宗教专业培训以及考证照的场所。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桃园市政府主体发展处领先全国，创造出社会主体冷气、家电、家具拢会当用租代替用买的新制度。厂商也保证讲，未来家电若有歹，上万72点钟内就会修理较好。毋但厝会当租，连冷气甲家具拢会当租。桃园首创社会主体的家具甲冷气以租代买，除了提供标准的配备，厝卡还阁会当按家己的需求，家己甲厂商租其他的家具。例如说冷气，我要买的就是夏天会冷，然后冬天会暖和的服务。基本上我们机具并不拥有，所以当这个服务没办法提供，例如说机具坏了，厂商就要负责修缮。主体发展处表示，桃园中路2号社会主体有带211户，这一年通报维修有1023件，其中空调占129件，家具占50件。因为是采用以租代买的方式，厂商就要负责后手的维修。
而且保证72点钟内爱修理好势，因若眠床早是48点钟内爱修理好。其实，在一般租屋市场里面，最常报修的包括说冷气、热水器、洗衣机、冰箱这一些功能性的家电设备，它的报修率通常是比较高的，那甚至高过于家具非常的多。长期关心租厝市场的崔太太嘛表示，冷气甲热水器是报维修的几率上介悬的家用电器，报维修的天数甲等待时间较久，而且成本嘛较悬。那未来家用电器会当以租代买，就会当推行到一般租厝的市场。那会当连修理的问题做伙解决，是真好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咱讲近来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固定时间开记者会，这也互手语翻译的人员多年来的拍拼，互社会看到。听障人协会这边表示讲，目前政府的补助是限制伫咧政府机关的会议，甲非营利组织会当去申请手语翻译人员。因也望讲未来会当搁开放公益演讲，来服务搁较侪听觉有缺陷的朋友。指挥中心记者会的时阵，手语翻译员同步翻译，互听障人士嘛会当即时掌握上新疫情的资讯。不过记者会专业术语真侪，手语翻译员拢爱真面乱做功课，避免当场顿地卡掉咧。一采阴，二采阳，忽然间以为是以前的武功秘籍，今天被发现了。这个专业都必须等我们下了台之后，或者是在翻译的当下自己积极的去反映。听障人协会表示，今年顶半年手语翻译服务量有1182件，比去年顶半年1162件要搁较侪。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甲指挥中心记者会增加服务量。不过陪伴听障人士去互医生看等等服务委托，就相对减少。协会表示，因为防疫期间挂嘴暗加做全面的运动，听障人士看无喙形，嘛凸显手语翻译服务的重要。政府可以考虑放宽目前的规定。让听障朋友呢，可以去参加自己教那个公益讲座啊，或者说自己教育训练呢，不要执着好像把它局限在一定要非营利组织。以台北市做咧，目前敢若补助政府机关、甲非营利单位申请手语翻译员，还佫有听障人士去互医生看。听障人协会希望会当伫咧防疫期间，有佫较侪单位服务听障人士。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环境来讲，日本政府打算要甲福岛核能发电厂核能的废水排落海底。早起民间团体就去到外交部外口တင်情，指出讲日本的渔业甲环保团体也是认为讲，这寡辐射污染的废水若排落海，一定会影响四边国家海面的生态，连续几60年。因也望讲政府会当经过正式的外交管道，表达反对的立场。福岛核灾发生超过9年，环团指出，核电厂所排放的辐射废水已经超过100万吨。现在环团代表集合伫外交部，表示反对辐射废水排入海洋，烦恼的带来污染，呼吁政府应该透过正式管道向日本政府表达反对的立场。间歇性的不断的排放的话，它影响的不是今年、明年，可能是未来30-40年，这个整个太平洋海域都有核污水的这个排放问题哦。环团指出，辐射废水经过处理，虽然会当去除多数的辐射物质，却无法度除掉氚离体外会当隔离，但进入体内会危害健康。它就会像内照镜一样，它会影响到人类的免疫的系统。外交部派人接下တင်情书，发言人表示会把民间的声音转达给日本。我们也会透过我们驻日本代表处把它转达给这个日本政府，让他们知道我们民间的一个声音。万一日本确定排入海洋，原能会表示，目前已经完成海核辐射状况的基本调查，掌握背景值，嘛展开监测，接下来会赶紧来完成模拟，掌握废水流向。包括在沿岸跟离岛我们都建设了33个监测点，国际也有一些评估了有些评估就是到的废水多久会到达台湾，经过这个环太平洋的环流呢，是好几年之后会到达台湾，有充分时间我们会加速度把这一个预报系统做好。外交部表示，已经配合原能会向日方表达关切，请日方重视咱的权益。嘛，根据台日核能管制资讯交流备忘录的互惠精神，量早加研议的结果通知咱这边。目前日本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农业，屏东县开办微生物菌种养成培训班，
教农民渔民利用光合菌这寡无共款微生物的特性，减少采用化学肥料，增加对土地耕作的优先。即马佫成立全国头一大微生物资材培养中心，尽量要来大力推广。做产敢敢会当靠化学肥并同县府招生态研究团队甲农场合作，开发微生物，也就是细菌来种产，希望减少化学药剂使用，互产队会当久长种落。参与计划的农友拢学了用好的细菌种作，确实产量品质大提升。我的这个农场是种热带的花材跟红姜花，我用了光合菌，大概用了6、7年了啦哈。那它的显著效果就是对这个珍贵的那个叶材的叶面来讲，就是它比较少那个细菌性的病害。我发现我的田间干净了，我叶片上的虫跟菌会少了，那产量绝对增加，而且它最起码可以让我感觉到目前为止大概有40%以上的产量。好的细菌用途多，产园、渔园、还有农场拢会当使用。官府特别开班教农民培养光合菌甲应用，有无300个农民来学习，还有做事人系心情，成为微生物菌种的培养师。我们是菌种专家，然后各种是种植专家、养殖专家，大家我们跟农友养殖户是配合的。那我们最后他把我们这一套都学会去之后，他们就把它好好的用。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所以共学共荣。细菌800款，好的细菌帮助产业发展。即马屏东成立头一个微生物资材培养中心，希望推广细菌种植，互更较侪农友了解，也要透过细菌的好处，互农业大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真侪新住民暂时袂当出国，倒转去后头。不过，颠倒也通就近亲近台湾的土地甲文化。他中华道社团带新住民含因的囝儿侵入社区，头一站就去到花坛的八卦山，啉一喙正原味的八卦山的咖啡。来到八卦山咖啡的山区，马上闻到咖啡的香味，当然嘛爱啉一杯咖啡。老师佮带大家去咖啡园行行，看卖咖啡厂生做啥物样。我20岁来，现在50岁，就在台湾已经30年。那是30年的话，是台湾是我第2个故乡了。在台湾的土地啊，在台湾的人都是有一些感情。那我很喜欢，就是一直留在台湾。所以我希望说，我孩子以后他长大的话，他也是用这种心态来互爱台湾。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很棒，就是可以让我们体验到这样的东西。真侪新住民虽然过来台湾遮侪冬，不过有一寡所在因拢唔捌算过。主办单位带因甲因的第2代做伙来社区行踏，嘛了解在地文化。我们新住民姐妹老在台湾，因为疫情，所以没办法回娘家，所以我们跟文化局申请了那个社区营造计划，让姐妹呢来介绍我们花坛社区的产业，让我们在娘家的家人虽然说不能来到台湾，我们也不能回去，可以让家人也了解到我们台湾很平安、很快乐。台湾有足侪真水的所在。花坛是社区体验活动的头一站，遮的新住民唔但体验，嘛会用文字、相片、拍影片记录，用因的母语介绍台湾，予故乡的家人朋友看。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南投日月潭的第2川，不让原住民经过专业的调香味的专家协作，用原住民上界高级的香料马告。研究出全世界头一支马告的香水，经过香味嘛，望讲互旅客更加了解本润部落的文化。马告是台湾原住民高级的调味料，嘛是最近才时行在地的香料。香水艺术家陈宪良带南投第2村布农族的居民，做出全世界头一个马告香水。它的味道是柠檬跟柑橘的味道。浸泡液之后，我们再去做专业的堆叠，然后再融入部落的松树的味道、柑橘的味道。希望说所有的游客来这边，除了看双龙的七彩吊桥之外，都可以闻布农的马告香之外，都可以来享受
丹大的这片土地。透过演习的课程，陈宪良和部落的族人做伙采集马告，提炼马告芳精，研发出特有的原住民马告芳水，让人闻到这个芳味，就想到这个好所在。其实这个是一个台湾的文化，台湾的香氛。那我也希望从香水这部分，也可以让每个人都重新认同到自己是一个布农族的族人，然后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东西去把部落带出去。部落的长老带大家甲祖灵报告马告芳水开发的成果，未来要甲芳水变成部落产业发展起来，唔但要吸引游客来马告芳水的故乡，嘛引导族人回来部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世界的新时代，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遮出名的酋长岩这粒大石，悬度超过900公尺。近来美国一个攀岩的运动选手挑战这条艰难的路线，伊也争做头一个24点钟来，敢若靠双手成功爬起伫岩石顶头的女性。伫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面，酋长岩这片石壁悬900公尺。一般游客拢是徛伫下骹举头欣赏。不过34岁哈灵顿改写历史，随时空手爬酋长岩上困难的金门路线，一天内就爬到上顶头，是第一个爬起嚟的女性。Free climbing on El Cap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styles of climbing. 空手爬山壁是讲无靠塑胶楼梯、钉啊这款工具，干那靠手扭甲脚踏天然地形。身躯顶即个绑一条安全绳啊，即边野外拼速度危险性更较悬，半路头壳去撞着。In order to free climb El Cap in a day, you have to cut corners. There was a part of me that thought that, but there was this other part of me that just knew that I deserved this. I owed it to myself to try again. 伫出发21点钟过13分钟了，总算爬到上顶头，感觉阮是正后爬山壁的未婚夫两个人做伙庆祝。哈灵顿旧年也捌挑战过这条路线。不过无顺利摔着伤，送机无成功，这边总算成功。The process of putting yourself out there, the process of getting scared, the process of being uncomfortable, the uncertainty of it all is what I think makes it valuable. It's what makes us realize who we are. 哈灵顿自10岁就开始攀岩爬山壁，摕过几多遍的国家甲北美洲的冠军，也挑战过喜马拉雅山的珠峰甲澳洲的博朗峰。一般若爬酋长岩，拢爱开4天到6天，用各种路线，第1天就让爬起嚟，就正少数上赞的选手。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因为有锋面通过北部的海面，东北风也小可加强。北部、东北部天气会反较凉冷，加上北海岸岛、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含大台北地区一寡地头，拢会落到短暂的阵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4度到3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5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2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福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